亚那台东县长姚庆玲是带团去北京访问，又和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伊是希望讲台东的往来设家会当伫12月份的时，搁袂去中国。不过对方是硬讲，若是反台独，一切就拢好参详。有学者即摆就分析讲，咱爱注意中国会用经济手段、用商业利益来逼咱台湾人去接受中国的政治观点。带团访问北京，台东县长姚庆玲23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目的都是希望台东的往来设家会当伫12月3月全面启动销去中国。这一次我们总共有41家包装厂，涵盖了台东几乎所有的凤梨世家农。我们这一次经过我们严格的品质管制，透过一系列的 SOP， 我们几乎是达到有害生物零检出的一个状况。中国伫2021年9月已检出具成为由禁止进口台湾设家。今年6月，姚庆玲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争取往来设家书中。中国解禁台东25间工园3间包装业者，即摆姚庆玲过去中国争取，业者期待也强调已经做好准备。我们都乐观其成啊，经过3天的教育训练，然后最后场地设备也都验证合格了，才取得这个合格证书。生产履历基本上涵盖大部分的凤梨世家生产业者。只是宋涛讲重视农渔产品使用问题，不过也讲明前提是两岸拢是中国人坚持求治共识反台独，都好参详。尤其12月是往来设家3季，佮拄着台湾大选进程，佮较引起政治联想。是否对于北京而言，他想要透过这样的以商制政，以这样的一个贸易商业的利益，来去逼使我们台湾必须要接受，这个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或我们是中国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国台办6月宣布解禁台东县往来设家进口，陆委会批评中国其实对台其他县市农民利用政治性采购进行分化甲统战。农业部是继续辅导农民，换销设家到新马制米家庭地，扩大国际新兴市场，确保农民收益。记者综合报道。